首先，我們點擊新增按鈕，創建員工帳號，輸入用戶名稱，選擇帳號類型。如果選擇的是郵箱，在輸入框內輸入郵箱號即可。如果選擇手機號登錄，在登錄帳號輸入框內輸入手機號，格式要對應到前面的優號，填錯了有可能收不到驗證碼。接下來選擇帳號對應的角色。最後選擇該員工屬於的組織架構，點擊確認即可完成創建帳號。此時我們創建的帳號狀態為待激活，需要用戶首次登錄後狀態才會變為啟用中，系統默認登錄密碼為123456。點擊修改按鈕，可進行帳號信息的修改。修改後點擊確認按鈕即可完成。點擊刪除按鈕確認後，即可完成帳號刪除。刪除的帳號不可以登錄此系統，也不會在列表顯示。點擊停用按鈕確認後，狀態變為停用中，不可以使用此帳號。